哦，看这边的牛，看做了那么大的假牛，牛车啊、你看古早味牛车，上面还有小木屋哦，还有古早老照片，哦，还有时代广场，哦，你看，哦，还有艺术品呢，好棒，还有咖啡座，哈哈，市集农场，哈哈，你好你好，哦，大家都很用心。哇，赖老师，山料达人，赖老师，呵呵，山料达人呢，哦，赖老师，优秀优秀。哦，这那小新的呢，哦，这叫搞，变了一菜共生系统，下面种鲤鱼养金鱼鲤，上面木板，然后挖洞放那个小花盆，然后种菜，一菜共生系统。哦，谢谢你们。哦，好棒。